推出安南区就这样玩的旅游攻略活动，是希望说让安南区的美食跟美景能够让大家所知道。那特别是要来安南区观光的所有的观光客、消费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安南区要到哪里吃、到哪里玩哈。那我们这次推出了4条路线，可以说包括了整个安南区的全部啊哈，包含东边到西边，从我们的市区到海边都有哈。那我们知道安南区有很多海鲜的食材，那也有所谓米其林的手艺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到安南区。台南是众神之都，但是安南区也有非常多的庙，而且历史都非常的悠久。然后再加上说这里的生态，然后还有我们的科技、绿能等等，其实都在同一个区块里面，就是可以说是和平共存。这个我觉得是蛮难得一见的。像市草绿色隧道，也就是国内外很多游客来到安南区一定会去的地点。然后再加上像最近即将也要迎来的这个鹿耳门圣母庙的这个就是烟火那也都是每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啦然后再加上它周边有非常多几十年起跳的这一些就是传统老店，就是小吃所以整个安南区来说，我觉得它就真的就是一个台南的缩影可能就是国安街上的头土一街吧。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安南区是台南的第2大行政区，这近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速。那尤其安南很多传统民俗跟美食地点，其实也必要介绍给大家知道。那不管是每年的元宵节的土城圣母庙的这个烟火，或者是许多在地的一些寺庙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市草大众庙的市草绿色隧道，其实这边都非常值得大家流连忘返。玩多了也需要吃东西，所以我们安南很多美食也要借这个机会跟美景跟景点这个配合，让大家知道。因此呢，我们特别跟关旅局以及很重要的安南公所，还有许多的寺庙，还有各里办公处一起来介绍这个优质的安南景点跟美食，让大家知道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年推出安南就这样玩，安南就这样吃来让许多的观光客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地的市民，你可能不知道，安南有一些地方事实上是有荣登米其林入选或者是必比登的因此欢迎大家，不管是被米其林所肯定，或者是被我们隔壁邻居所肯定，安南美食非常多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安南区。欢迎收看3月18号中间台南电新闻。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两色棒球比赛，今年将由台北市议会主办，将伫22日两港登场。台南市议会日前嘛由议长柯丽丽亲自授旗，预祝台南代表队拿下冠军连霸。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两色棒球锦标赛。今年由台北市议会来主办，预计3月21日因两天要伫台北市的网球中心来举办。台南市议会日前趁着临时会结束，由议长柯丽丽亲自授旗予代表队，希望会用继续夺回冠军。去年呢，我真的是非常佩服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员同仁他们真的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但是我们拿到了全国的团体冠军，那我们也把个人的冠军，我们的李启维议员的个人冠军也留在我们台南市。那我们那个机关的团体的冠军，还有我们的同仁的
双打冠军，我们几乎是全满贯啊哈。那我想我们今年在这个赛期的，尤其是前面的1个月，我们的同仁，我们的议员先进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集训，每天都利用这个我们议会结束的时间呢，他们就会呼朋引伴一起来为我们台南市议会来争光哦。所以我想呢，这一次第1名一定是跟咱下，对不对？对哈。运动哈，这个相当的一个重要哈。现在运动也是世界的一个潮流，而我们台南市议会哈，这个我们年轻的议员哈，一定以身作则哦这个好好的这个有空闲的时间哈，这个运动打球哈，做身体健康哈，那大家哈以球会友也希望哈可以带动我们台南哈运动的一个风气。这届吼，头个真侪队员讲着吼，这好，阮绝对吼，我结尾吼，这绝对吼，阮会继续吼，甲冠军摕来。今年台南市议会网球代表队由着议长曲丽丽担任总领队，副议长林志典担任副总领队，队长则是由李启伟来担任。台南市议会去年总共旗下机关团体赛总冠军顶10个奖项。今年代表队有信心，一定会拿回冠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对去年跨越今年的2023台南购物节3月17号圆满结束，东港都来宣布突破80亿的订阅金额，最后嘛抽出1公斤的黄金大奖，市价价值225万，由台南市北区的国盛幸运获奖。台南举办2023年购物节，不只有100万油电车、有电动机车等大奖。3月17号陆续有这贵宾启动抽球机，抽出数字的组合，其中上大奖就是1公斤的黄金，价值225万。会中伫将近6000万组的抽奖号码当中，抽出幸运的得主，是来自台南市北区的国盛。其中有媒体马上 call in， 第一时间对方也认为是诈骗，马上挂电话。恭喜你抽到了我们首奖黄金1公斤，价值225万。哎，你真的很不开心哎！我们现场的人都很伤心。真的，你赶快叫你家里面的人赶快搜寻上网看我们的直播，真的。年度2024的台南购物节，我们也会再优化，推出更好的这个购物节，也推出更多的奖项，更棒的奖品，希望能够让我们好朋友，让我们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来台南购物观光的朋友们都能够喜欢。台南购物节举办13天来，已经累积品牌知名度。今年伫台南4百，包括台湾灯会等系列活动的加持，已经突破80亿，除了超越过去的73亿外，成功带动人潮加消费力，也要互台南的热情美好，互全世界拢看到。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结合台南400历史，天主教台南教区嘛将伫后个月4月6号举行大型天主教入门圣书等各外节系列庆祝活动，除了希望民众踊跃参加，嘛会当伫400传播福音，互400位民众受洗咧。为了顺应社会和信友的信仰，会用的真实甲生活来结合，天主教台南教区结合台南400活动。将伫4月6號，伫安平福爾摩沙遊艇酒店舉辦大型的天主教入門聖書的慶祝活動，邀請市民朋友踴躍參加。我們都知道，政府的使命是造福人群，使社會百姓安和樂利。所以4月6號我們天主教台南教區與台南市政府合作。要在安平，就是台南的花祥地，在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来举办福传400的活动，有100人集体灵洗，有清明节的祭天敬祖的礼仪以及精彩的节目表演活动、园游会摸彩。
搭乘游艇的活动所以欢迎你以及阖家前来共襄盛举。因为这我们知道天主教跟其他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也要促进那个社会的这个和谐。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非常乐意见到，说我们天主教来举办这个活动，也非常感谢那个我们天主教在黄秉正主教啦的领导之下呢，能把我们台南这个社会啦，还有国家这个所有的更祥和啦，也更和谐。这次我们为了配合台南400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天主教的台南教区也规划了福传400的活动，联合整个台南教区的各堂区，我们扩大举行圣喜圣事，还有初领圣体的圣事，以及监证圣事。非常感谢我们黄市长对这个活动的认同，也在经费上的大力的支持跟补助，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够福传400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去把它落实。这场台南400福传400的活动，东港除了梵蒂冈教廷代办参与，同时还有信天主教的行政院长陈建仁翁仔某嘛将到场，以及台湾多位主教的协助。东港有将近100位的慕道者来领洗，同齐为东港受洗者来施洗，场面盛大。除了教会礼仪，另外还有户外表演、甲园游花顶，以及坐游艇、听音乐、欣赏安平的美景、甲故事等。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淡水东区复兴国小的脸书粉丝专页最近被骇客盗用，一直出现色情的影片，校方对他紧急报警处理，嘛重新开设新的专页。对此，市府表示将甲中央合作，加强资讯安全的管理，嘛要求各级学校伫第一时间要有管控的机制。拍开国小的面册卖种页，竟然变成色情影片的平台。为这个月8号开始，每一天都发几啊支影片，让校方赶紧报警处理。那当下发现的时候，我们就报警。在这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持续来跟脸书来做检举。可是呢，脸书也有跟我们相关的人回复，好像是无关于所谓的色情，因为他没有达到漏点，只是说不雅。学校面册建立的时间真久，校方管理人员的款项嘛都互刷走，无法度马上修改。事件发生了后，校方除了紧急伫网站顶面公布之外，同时嘛联络面册官方建立新的卖种页。也毋过骇客为虾米会攻击国小卖种页，校方嘛无清楚。也毋过家长有一块烦恼。不雅影片其实第一个就杜绝小朋友去看嘛，第二个是学校这部分可能要请学校尽早处理，也不能怪学校，要怪那些盗用者。刚拍应该多少岁？今天入侵的只是这个学校的脸书，如果哪一天入侵的是国防部的这个重要的内部资讯链接，那更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不管是政府的官网或是学校的脸书，都应该要好好的来做好治安工作。台南市府表示，会跟中央来合作讨论，加强治安管理，建立及时的监管机制。警方嘛呼吁，莫黑白点来路不明的连接。才会当避免骇客攻击也是盗用。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已经连续举办25档，这几档来吸引愈来愈多国外学生专程来台湾报名参加。所以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一场联谊交流的音乐会，和介意音乐学生互相观摩学习。台南市中西区永和国小音乐班的学生，今年参加112项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得到第1的好成绩。在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当中，嘛特别跟来自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学生进行音乐交流。马来西亚来了5个学员，一共有100多个人包括家长，他们都是专程来请假过来参加的，所以非常感谢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今年是虎城400年。台南市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城市，竞技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透过这种音乐的交流，那也可以促进彼此之间在城市上，在教育的一个分享上。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已经举办25届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已经培育侪国内外优秀的音乐人才。这个比赛背后上重要的推手，就是音乐协会理事长沈明贤。伊将音乐比赛年龄层留到幼儿园就会当报名参加，同时邀请国内外60位专业评审，让这个比赛受肯定。当然是苗所怀采访报道。持续推广目江艺术鲁班学堂，今年迈入20周年，嘛首次到台南溪坝举办展览，首先以“女而已”作为主题来创作，吸引不少民众来参观。鲁班学堂2档1摆的联展正式开幕，老中青3代师生将亲手打造的“女而已”伫新营文化中心进行为期17天的展出。女儿以它其实它有个逗点，它是女跟儿，它是给父母亲对于一个小孩子的期盼，或者是它是传承来自于说我们做一个东西给小孩子的一个物品，当做一个传家宝，做一个世代的陪伴。我们的荣誉堂长他为了他女儿所设计的梳妆台，那还有我们为这个另一半所设计的这个座椅。这摆总共展出47件作品。每一位设计师拢抱着制作传家宝的心情打造，互茶所呈现的作品有无同款的风貌。我这个系列叫做乘以3哈，我企图用一个比较当代的方式去诠释明式家具希望明式家具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优雅曲面桌在工艺跟设计之间，在生态跟近邻跟碳排之间取得最好的一种方案，其中有依照西北技艺甲现代钣金技术所制作的椅仔有座具。这件作品曾经得到2023台湾工艺奖的核选肯定。椅背连接到椅脚的这个构造，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明式家具荧幕连坐的这个构造去做一个致敬。对，那我们这样做一个这样的结合，也是想要在就是传统的构造上面做一点新的突破。木工嘛是一款美学技术，鲁班学堂嘛展望后一个2档，继续坚持手工传承数码技术，培育更较侪相关人才，行出台湾家己的工艺美学。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台南市客车教育辅导协会结合市府社会局甲交通局，伫水高社文化园区办理宣导园游会，会用邀请导机甲弱势长辈来体验无障碍服务，出动超过30台客车到处接送，互因感受到社会爱甲关怀。一名的客停车司机陪伴长辈来到水高社参加台湾交通宣导园游会。目前台南市伫2024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年生活需要全面性的照顾，因此客停车教育辅导协会抛砖引玉，展现企业社会责任。老人真的是需要我们多方面去关怀、去照顾。你看，那很多人就说他可能躺在床上，他其实想要走出来，可是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就好像说，等到说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长辈躺在床上，我希望讲真正走出来。台南有爱，因为我们社会高龄化其实越来越严重。那不只是教育给我们的，不只是给我们的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好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育之外，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知道，我们台南市的计程车司机们做好准备了。活动以园游会形式办理，让长辈行出户外听音乐、食美食。这天副市长也特送康济位叫出中歌拢到场，颁发感谢证予协会，肯定推动高龄长者行的安全。那么有所谓的小黄公车、无障碍的这些公车拢会当来照顾这咱家的老人家在行的方面更加的便利啦所以这部分嘛拢是王理事长、长咱家的工会啦计程车朋友大家共同的。到3天啊！透过活动，期盼会当唤起社会对独居弱势长辈的关怀，同时让长辈找到舒适安全的交通工具，
市府未来嘛会推动更完善的福利，让长辈会当安全老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到底惠雅彩绘艺术家徐瑞芬已经26档，难得是以只用4档的时间，就成为第一位取得澳洲相关艺术教师执照的华人，而且伊的釉上彩更受台湾第一人的称呼。欢迎有兴趣民众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欣赏伊的作品。艺术家徐瑞芬为了探寻词汇奥妙甲学习无同的计划，伊走遍世界各地寻访名师。伊的创作不只是找回1000年来伫白瓷顶面画图精髓，更融合了个人形象甲特质。尤其徐老师的每一件作品，大约拢需要长话时间的制作，阁需要一站一站去调色修制，技术含量真悬。一个作品要花我大概1年半的时间，所以没有那么的快。对，像这些全部都是手绘的东西，它就是一层一层慢慢去堆叠，然后一层一层的去松烧。那其实它的损坏力，你也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水，也不能太油，也不能叠得太厚。那它可以在这边做展出的，表示它是 safe 的。成功3月文教经会董事长徐根修指出，惠雅工艺占台湾传统工艺51%。徐瑞芬老师的作品釉工阁丰富，更是台湾唯一的釉上彩，工艺难度真悬，实在是互人佩服。咱台湾的工艺吼，若做陶瓷的占51%，但是咱所有的陶瓷拢是釉下彩，釉下彩就是惠雅叫它画好啊，放咧烧。但是若讲惠雅烧好吼，烧到瓷器了，较搁伫顶头咧画，啊，画了较咧烧，啊，每一个烧一届吼，有人只烧个10几届，这叫做釉上彩。啊，咱今日在展览徐瑞芬老师，伊说，展出的作品吼是釉上彩，是咱台湾、咱中华民国唯一的一位这款的创作家。啊，伊的作品呢，经过20几档啊，走过10几个国家的学习啦，已经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啊，哦。啊，所以今日呢，伫带咱台湾市立文化中心来做展览吼，非常的精彩。徐瑞芬住伫咧国外26档的期间，作品的风格以欧风为主。伫2013年转来到台湾后，重视无同的创作方式，以东方的元素结合西方的媒材，展现出东西方文化经典的作品。徐瑞芬也发挥语言天分，用中文、英文、日语、西班牙、德国等5个语言拍摄宣传影片。希望让国际更加了解伊的创作理念甲精神。伊的展览目前当伫咧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展期自即马开始一直展到3月底为止。介意词汇艺术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百货业者连续15档所举办的圣诞公益点灯，就是鼓励参与学生将活动美好的回忆透过文字或者是画图来留落来。18号嘛正式举办颁奖典礼，场面相当危险。台南大湾北2023公益耶诞点灯活动，邀请南华、玉山、大内、大北、二溪、左定、北寮、南西、青山、基北等10所偏乡小学，总共150位偏乡学童共度耶诞佳节，就安排前往南科考古馆参观。中昼甲暗顿分别伫咧香格里拉大饭店、木火柴烧牛排享用大餐，度过美好一天。为将这美好的回忆记录落来，大湾北特别举办公益点灯作文画图比赛。18日伫台南大湾北1楼大厅举办颁奖典礼，由副理徐胜斌亲自颁奖表扬。请我们的副理呢来帮我赠送我们的奖状以及我们的奖励金。非常感谢大圆柏很精心的设计，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一个感受跟学习，无论是在实质上这个鞋子跟书包等等的一个物资的一个赞助以外，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也学习到礼仪上面的素养。那同时呢，也因为大圆柏这边规划很多的一个闯关活动，所以孩子在这一天里面也学习到竹节虫、天文等等的一些平常在校园里面
比较难接触到的一些课程以及实际体验的一个感受。这次的点灯活动很有趣，才让我写出了这样的作文。也谢谢举办的公益活动，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长大以后也想要去回馈社会，帮助别人。谢谢主办单位让我参加这场画画比赛，让我得到很少的成绩，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能画画一次。妹妹，像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心里感觉是什么？开心。作文组的前3名分别为玉山国小宋云桥、大内国小杨新璇、南华国小于敏化。画图组是佐定国小庄义阳、玉山国小蔡雅义、佐定国小庄敏桥。所有得奖学生拢有奖状以及商品更鼓励。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1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